大家好，我係 Lucy Jane。你鍾意探索夢境嗎？有冇諗過夢可以成為你心靈夥伴？我成日喺夢入邊遊歷唔同嘅維度，有時會喺星空漫遊，有時會同另一個版本嘅自己對話。原來夢唔只係故事，更係一道通往內心嘅橋樑。研究話畀我哋知，夢境其實係潛意識同我哋傾緊偈。透過夢，我哋可以釋放抑壓嘅情緒，甚至啟動身體治癒能力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現代心理學都發現，夢境係我哋整合自我嘅時候。今晚就等我哋用溫柔嘅引導，開啟一場特別嘅夢境療程。而家，請你揾個最舒服嘅姿勢，慢慢合埋雙眼，將注意力收返嚟內心入面。感受此時此刻你同自己嘅連結，感受周遭嘅寧靜與和平，將意念集中喺呼吸。吸氣嘅時候，想象清涼嘅月光流入身體，帶嚟平靜。呼氣嘅時候，俾所有嘅擔憂同埋壓力都隨住氣息輕輕飄散。一道銀白色嘅光波喺遠方慢慢咁流過嚟，帶住溫和嘅能量，輕輕咁覆蓋喺你額頭，好似一道晚風咁，慢慢融化你眉頭之間嘅繃緊。呢道光繼續向下蔓延，流過你嘅膊頭同埋手臂，帶走你日間積累落嚟嘅疲倦。感受呢一道光波，好似溫暖嘅泉水，包圍你嘅胸膛同埋背部，俾心跳逐漸平穩落嚟。銀光流到去腰腹同埋雙腿，最後到達腳尖，整個人都沉浸喺柔和嘅光芒入面。你而家好似漂浮喺雲端，身體變得輕盈自在。喺呢一個安穩嘅狀態入面，你可以放心咁將一切都交畀內心嘅智慧，交託畀夢境嘅療癒力量。今晚當我進入夢境，我知道夢境係心靈嘅禮物。我會開放自己，接收夢入邊嘅啟示，畀潛意識帶領我探索需要理解嘅課題。夢裏面每一個場景，每一個相遇，都係成長嘅契機。我允許自己喺夢中釋放情緒，畀壓抑嘅感受自然流露。夢會幫助我睇清內心實際需要，
整合唔同面向嘅自己，無論係遇到光明定係陰影，我都會以開放嘅態度去面對，知道一切都係心靈進化嘅部分。我歡迎夢境去修復我嘅身心，俾治癒嘅能量流遍每一個細胞。當我醒咗嘅時候，會帶住夢入邊獲得嘅能量同埋洞察，活出更完整自在嘅生命。即使遇到不明朗嘅夢境，我都保持好奇，學習解讀當中嘅訊息。夢中嘅智慧會指引我解決生活難題，帶嚟創意同靈感。我會記得夢教識我嘅嘢，將啟示融入生活。今晚嘅夢會係一趟溫柔嘅旅程，俾我更加接近真實嘅自己。而家俾最後一道光環繞你全身，形成一個柔和嘅光繭。呼吸逐漸變得深沉平靜，身體完全放鬆。你知道今晚將會有個美好嘅夢境等待住你，帶嚟療癒同埋啟發。俾自己隨住呼吸慢慢飄向夢境，安心交託俾睡眠嘅懷抱。